今仔日我有我变怎讲呢？就是讲较知影讲吼，做代志就是着去做，用家己的尽家己的力去做，毋免讲一直看讲有甲别人共款无，有比别人搁较厚无。进前就是伤济这有诶无诶想法，就会定定感觉讲会奇怪，我哪会进步遐慢啊？我哪会讲遐久，学遐久，开遐济钱，遐济时间，哪会讲也辞掉一寡店员讲请讲中文，搁有一个做家己做过意的一个代志，就是讲哪会同事会甲别人甲伊的朋友甲伊较好的朋友两个人两个同事安尼私底下讲台语，毋过阮若甲因讲台语，因拢会因拢会对我讲华语。迄时我嘛是想拢无，安尼拢会怨叹。其实这拢是无必要的想法。我即摆有讲换，就是讲台语这代志，我着尽量做，尽量讲。若讲别人的反应，是毋是有符合我的期待？这拢毋免去想济即种讲别人的反应啊，别人安怎这拢是加嘛变怎讲？加互家己无欢喜，加互家己烦恼的。拢毋免去安尼计较，这嘛是一种计较。计较讲我着遐骨力啊，遐拍拼去讲台语啊，想办法讲啊诚顺。哪会别人着无互我即种机会，讲甲我一直讲台语，创造台语的环境。这意思就是讲，我即摆较觉悟，就是若需要创造台语的环境，是家己爱去处理的，莫期待别人。亲像讲，若较做会到的，就是去找一寡课，就是像讲线顶有较俗的，着找来，就是讲来甲我讲台语安尼。时间固定，若伊有领着钱，伊当然嘛诚甘愿。我嘛无需要有负担，讲这是我的同事，安尼我安尼讲伊会做麻烦无？甲伊讲这会无好无？要找啥物话题，都毋免去烦恼遐济，烦恼讲即个时阵会甲伊搅了着，拢毋免安尼。就是进前想要依赖别人，互我共款的台语的环境，毋是家己去家己去找一寡较稳定，毋免去期待别人，就变讲我着去上课啊。若听台语，就是家己会当处理嘛。我若讲只是要听别人讲，有可能我着去找播音员，广播电台，我阁会当紧讲讲台语讲较济，其实听是真正无问题。毋过平常时爱想讲有对话嘛，若用台语来对话，就变做讲我有法度去练习。毋是讲一个人安尼讲其实这机会就是家己去找，亲像讲用台语讲绘本，虽然讲随网讲人愈来愈少，伫 Clubhouse 顶头，无感觉做就是人其实就是安尼嘛，会愈来愈少，迄嘛袂要紧，我的目的就是讲要练讲，
我即马就以早会想讲，我若讲我的感想的时，有发现讲家己讲啊较无啥好势。毋过即马讲无好势，我嘛讲，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练习，都袂想济，就找机会练习。若别人是啥物反应啊？若别人会讲足侪台语，互我听无，甲我对话，即拢莫勉强。啊无就去找线顶的家教的老师，就安尼去处理就好啊。莫每摆拢安尼，去问讲这同事是安怎？是安怎样？是为虾物？明明就会晓讲台语，嘛会甲别人讲台语，就是无爱甲我讲。这原因当然就是讲啊无遐好势。我嘛有发现讲，有其他的同事伊嘛讲，以早拢讲华语，毋过即马有可能替我影响着。伊伫咧公司嘛会讲台语，毋过别人一听到伊讲台语，嘛拢转华语呢，嘛对伊拢讲华语。有可能伊嘛是讲啊较生疏，大家反应就是安尼，毋是讲针对讲这人无好啊，这人安怎，其实毋是。大家拢是用家己的方式。我着莫去强求，莫安尼失望。为着即款代志来失望，其实真正毋免。着尽量做家己会当做的。莫去比较，比讲，共款是学偌久啊，别人会当讲啊啥物程度，别人会当去考啥物，考到啥物成绩，拢毋免去比较。若去想这，拢是一种比较的心态。我有一个共款伫台语的课仔内底，吹杀，杀台语的一个网友，伊就是定定会去比较，伊就比较讲，这人为虾物甲迄人较好啊？这人为虾物阁会当做老师去趁一寡钱啊？伊拢会用抢钱来形容伊的朋友，无讲这人哪会当出册啦？伊就是较会比较，希望讲伊的成就，甲边仔的人、身躯边的人共款，做有成就。其实毋免。我今仔嘛有读着讲，进前我听赛斯的演讲。我写一寡笔记，伊就是安尼讲，就是讲，咱就是一个版本就是咱家己独一无二的版本毋免去学别人，嘛毋免惊讲甲别人无共。咱做一寡代志的成功啊，这个成功是咱家己做特别的风格。袂甲别人共款，毋过咱即个教育，咱即个社会的气氛，拢是讲别人若买倒一支股票，无就是伫投资啥物以太币，拢爱甲别人共款，搁爱比别人趁搁较济，就变讲大家拢足惊输，毋过足惊输就变成。看别人要做啥物代志，拢会抢伫做。规定人拢做共款的代志。当然就是伫咧心情，心情就会想讲，我哪会毋是第一名的人？这心态就是我需要去改变。我就去做家己会当做的。嘛知影家己的问题，亲像讲伤久无写台语文，就会变足生疏，就开始用华文来写来表达。这就若亲像讲伫 Clubhouse 内底，有的人伊就是惯习讲华语，伊若叫伊转做台语，伊嘛会想讲伊讲啊
佫无啥好势，伊就变做讲，伊会定定讲华语较会使表达伊想要表达的物件。这其实就亲像，我写一寡表达写华文，无讲写台语的汉字，也是拼音共款，我着爱理解别人嘛会有即种心情，就亲像我即摆安尼。毋过我会当做的，当然就是加练习。若较无练习，真正就是退步。嘛是讲甲家己比起来，莫想讲别人拢遐厉害啊，我着放弃啊，毋免去比较，别人厉害是伊的代志。我有厉害无厉害，就是甲家己比起来，有进步无进步，就安尼尔。我知影讲有足侪需要去学的，亲像讲我线顶的家教，有一个是台语系学生毕业的，台语系毕业的学生，即摆当然是伫食头路。伊是台语，伊的音训练甲足正，台路拼音嘛真厉害。毋过伊若讲要去考试，台语的证照、台语的认证要考试，伊有发现讲，伊头壳内底的事伤少啊。伊就是定定去做家教的老师，趁袂少钱。毋过伊就较无法度讲去加听一寡台语的一寡作品，变做讲伊头壳内底的事都无够济。若用台文来写文章，就较食力。就是每一人拢有每一人爱加强的所在，毋免甲别人比较。每一个你看讲做形身的人，伊嘛有伊对方嘛有讲需要加强的所在。这是公平。虽然有一寡人伊的天分较好，亲像阮姊啊，伊大汉查某囝，会当参加台语文的比赛，讲台语演讲的比赛。这就是伊的天分。伊的语言无需要定定使用，毋过伊就会当发挥。安尼嘛毋免去牺牲啊，嘛毋免去讲话足咸，之类的。进前我拢会牺牲，就亲像讲，伫写小说，写查甫的甲查甫的斗阵，的小说，就较无人看。毋过同齐伫写小说，有一个人伊就足受欢迎的。伊写的小说有可能就是写较会使使，主角有可能替互人折磨，有可能断骹断手。毋过伊有伊的市场，大家爱看，感觉足刺激的。若我今仔日看到伊的小说，我讲话足酸。我伫心内讲话足酸足咸，讲伊就是爱靠这，较有人看，安尼当然是无好的。为虾米呢？就是变讲，我实际上会讲即种话，就是我伫牺牲伊，牺牲讲我无伊有，伊有人去看，伊的文章有人，伊的小说有人固定足爱看的。我的小说就是无像伊安尼，有一寡较有人固定伫看的一寡网友，我无，我就会心内就会想讲，伊拢靠啥啦，袂久长啊。这就是我伫牺牲，佫会分嘛，就是
羡慕，搁怨妒，过来就是恨。啊，毋过即种循环若定定吼，就互这家己的循环安尼伫遐串，安尼就变做讲家己的感觉的即个调啊，感觉的基本调，就变做定定会去甲人比较，去欣赏。毋过欣赏搁家己毋知，就伫咧想讲，别人拢是靠这靠这，毋过我写小说，就毋是为着要甲就写一寡大家爱看我较写，我毋是，我是写我家己上爱的是世间敢若有我伫写尔。我若相信即种话，毋过搁欣赏别人，这就做无矛盾啊。我若讲知影家己写的，就毋是讲以早写足侪款，发现讲大家拢爱即款，我就加写，因为我想要互足侪人看。我若是即种的心态的话，当然我即摆毋是即种心态，就是讲去配合别人去写我的小说。我既然毋是，我就爱较灵魂的，就知影讲，即条路行起来是较孤单，可能无人会当袂珍惜我独一无二的一寡优点。当然啊，因为大家追求的拢是即社会上上较大众化的，有符合大家的心理。我若讲毋是为着大众化的口味去写我的小说，我既然选着即款的路，我就毋免讲搁去感觉袂公平，去检讨讲即摆的少年仔、即摆的网友啊，拢是毋捌宝啊，都无需要安尼啊，真正的。莫讲搁要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毋过搁欣赏一寡受欢迎的作品，搁有作者，安尼定定心肝内是定定安尼的话，就造成讲，就亲像有一寡人足够甲人批评，伊心内就想讲，其实是家己上有理想，家己上好，毋过为怎样无人会当了解，无人看到伊的优点？伊有即种心态，毋过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啥物别人若是别人做的，别人的作品，伊拢安怎看都无顺眼，就产生即种心理，即种心理其实是使人足痛苦的。你做即件代志，毋过阁无认同，阁希望是另外一个方向，会当得到的一个学路啊，得到别条路的虚华，安尼实在是爱做好运的人较有法度，啊无就是讲，这内底有人会当做家己写独一无二的物件，阁受到大家肯定，这内底一定是有伊的条件。毋过边仔的人拢毋知，拢看袂出来，无即种智慧，拢会讲伊是好运，伊是靠啥物人，拢会讲甲一寡较酸较咸的话，变做讲，我就袂当讲继续用即种心态、即种心理，因为是使家己感觉痛苦，嘛无法度讲愈坚持。有可能即种心态，互我就是足早就放弃。就亲像讲，我最近有伫想讲，我会使用台文去写进前我写的小说，还是
后壁的过后半过。毋过有时阵嘛有一种声音会伫我的头壳内会出现讲，别人会想讲这人著写这故事著较无人爱看，搁一直写写，搁华文写无够，台文搁写来斗，有迄种声音，质疑家己的声音。即个时阵，我著爱看互开，就是我做的代志，就是独一无二，是我做爱安尼做。我对这故事就是做有兴趣的，毋免管别人讲这人透死人，敢若有一个故事，拢变换故事，变换主角的。毋免去想这，嘛无人安尼想嘛。就算有人安尼想，嘛是迄个人的代志。我无需要，就是为着烦恼即种别人安怎想的代志，去影响我讲继续做的心情，继续做即个坚持，会着影响着。我即摆就是讲，著去做，继续做，著若亲像讲，我即摆学台语，著继续学，继续练习，著无需要讲若去学，搁若去看别人，看讲我安尼，有学甲比别人搁较厉害，比别人开搁较少的时间，是毋是比别人搁较贤？其实若都无需要安尼。我需要做的就是讲，我著去练，知影家己的欠点，著去加强。若别人开一寡时间，著练会起来，著亲像阮阿姐大汉查某囝，著嘛免去甲人形象，著知影讲有的人真正是伫语言天分，语言方面会当做到即种程度，著去看就好啊。伊的路甲我的路绝对无共啊。我嘛有我家己，我若讲虽然讲天分无别人讲遐厉害，毋过呢，这嘛是一种特色。即个特色的意思就是讲，爱接纳家己的一切，接受家己的一切，而且认为这是特色，这毋是欠点。咱的即个社会就是讲，你读册上好是每一科拢比别人搁较厉害，比别人搁较会读册，做啥物代志拢是比别人搁较会，安尼著足欢喜的，著真值得学乐。毋过为虾米袂当讲这人无比别人搁较会？毋过伊就是调整伊的心情，考试分数无啥好势，毋过伊嘛足快乐，认为家己足够的。咱其实会当行即种路线，毋是讲甲别人比过别人就欢喜，比袂过别人就想讲家己是失败的。会当讲，毋管分数是安怎，毋管是毋是开比别人搁较侪时间，毋过家己悠闲，感觉家己真厉害，家己逐工伫进步。咱会使追求的是即种物件，毋是讲即个社会讲的效率啊、天分啊、才调啊，会当讲别人3工会当行到，这人1工就到啊。去追求即种物件，其实是无必要的。过来就是讲，一切拢是讲缘分，就亲像讲，有时阵会讲，哪会讲这人明明做够讲台语的，伊就是
无爱甲我讲，啊无就是讲，即个查甫的夜妇，就是对别人可能就是有讲有笑，搁认为别人做逐块交流，做朋友，怎会对我就是做严格的？我讲啥物话，伊就是特别无欣赏。这就是缘分的问题。当然我嘛有拄着讲甲我较有缘分的人，亲像讲，要石头路的一个甲我练台语的同事，搁有讲坐伫我隔壁的同事。若特别有缘分，就是有的人是会较有缘分，有的人就是较无缘。迄拢袂要紧，无缘的就互伊无缘袂要紧。咱一个人嘛无遐济时间讲交遐济朋友，互大家拢足满意的。这是伤忝啊！毋免去追求即种物件。见人好，见人拢学老，安尼做人是毋是拢无法度好好啊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伊就无法度讲去放弃一寡伊家己爱做，毋过有可能大家无欣赏的代志，伊就需要放弃。这就若亲像讲，我若追求做一个顶司，做一个小主管啊，副手，安尼我变讲做侪代志，我都袂当做啊。我敢会当讲去甲隔壁的同事一直开讲，都白哈啊！你拢若要去做一个互人栽培即个副手，以后要做干部的人，当然这代志就袂哈。我嘛会惊讲即摆有一个顶司甲我欣赏，当然爱做的代志就是顶司看会过去的，就是做拍拼，拢认真为着公司。我就变讲，我做的代志会有限，这就是讲有得着就有失去，这是咱的角度，敢若看着别人得着物件。看家己无得到，就是一种失去。敢若看会到安尼的角度，就永远就伫讲为虾米这人官运比我搁较好？是毋是伊就是会讲好听话？伊安怎，就有即种不公平的心情，就会定定出现。毋过我若讲知影讲，即个世界，即个人间，就是缘分。做主管，做即个副手，互人栽培，嘛是一种缘分。伊有做即个主管的缘分。我今仔若讲去写台文，写小说，学台语，做这项头路。这嘛是一种缘分，无呢？我本底是伫听赛斯学赛斯，有听着讲因拢会去考啥物研究所，伫南华有一个研究所，拢是赛斯的即个信众去底下读的，阁会去考一个心理咨商师，一个牌，就是若去读研究所，有一寡学分，会修一寡学分，阁会当讲准备考试去考心理咨商师。毋过这项头路其实就是甲我较无缘分，我就无行这条路。颠倒我有讲，就开始去学台语，而且嘛有继续坚持。亲像讲我学台语的时阵，嘛是有一寡店员，就是讲请讲中文。我就是甲这店员较无缘分，
毋过我若讲去自助餐，倒一间的自助餐，啊无就是去买饱包。这内底的人伊都足鼓励讲我讲台语，佫会甲我教。这就是缘分啊！伊会讲若讲无买物件不要紧，就拿来拍招呼，讲一寡台语。对，这就是缘分，啊无就是迄个查甫的同事，伊对因爸爸妈妈拢是讲华语，毋过伊就愿意甲我斗阵讲台语，这总是缘分啊！我就是爱知影讲，莫去强求无缘的人，无缘的人就是平常时甲你嘛无讲诚无好，毋过若我是讲甲别人讲台语，伊就开始有意见，这就是无缘分啊！有的人是台语无啥会晓讲，毋过愿意听我一直甲伊讲台语，有的人会当，有的人就是开始有意见。这一切拢是缘分，有的人就是会对我讲华语，有的人会就开始对我讲台语，这就是缘分嘛。我甲迄个人就是有用台语交流的缘分。有的人随便伊做够讲台语的，伊就较不爱甲我讲，就是我甲伊之间就是无讲台语即个缘分，这我着平常心去看待。若今仔虽然讲，即个台语的环境变讲足缩小的，足缩短，环境较艰难。毋过呢，我若今仔听广播电台，听着倒一个主持人，拄好替我听着，我嘛有欣赏，讲即个人台语会当学，会当对伊学，这一切拢是缘分啊！拢是毋免讲想讲，我想要即种剧本，结果呢，别人无配合我心目中的剧本，就无欢喜。毋免安尼，有的人就是有缘分，有缘分我就去珍惜，无我就去找一寡方法，亲像讲，虽然即马台湾，较无伫讲台语的环境，毋过嘛变讲有一寡科技，有线顶的家教，有即个平台，我嘛想要安尼做，读册会啊，线顶的课程啊，阁有线顶的家教，会当教我引台语，教我练讲台语，这其实拢有。若是我家己一直想讲无公平，就拢不爱去追求甲我有缘分的代志的人，安尼就是家己折磨家己。这种代志就甲有一寡人感情的代志做成的。这某一个人、某物人伊条件嘛真好。毋过拄仔好，伊佮意的人，就是可能是较无良心的人，伊就去强求讲，哪会使安尼？明明我遐好，是伊心头无定，是伊伤花啊！我要甲伊叫伊，互我一个公道。这就若亲像讲，我想讲，这人明明就会晓讲台语。嘛会对别人讲台语，就是不爱向我讲，就是共款的心态。毋过，若感情的即个某物人，伊换一个想法，伊出去找其他朋友，叫伊的朋友捎介别个人，互伊熟识。甲即个就无合，搁做花哥哥，搁无良心的人，甲伊就甲伊
就该等一边，安尼就会当啊。我嘛是啊，我若想讲伫公司无法度，无即种环境，我讲会当，毋过别人无用台语甲我应，我嘛毋免生气，嘛毋免遗憾。我就想讲，我下班时，我就去线顶找，线顶找当然，伊就会，这老师就是为着要趁你的钱，就会甲你一直讲台语啊。就是安尼，当然爱找着人啊，找着迄嘛做爱讲台语，上好是，就莫讲华语一定讲伤济，就是爱会晓找，就甲家己的眼光放伫别位所在，就是讲去找别位所在缘分。甲别人虽然讲有别种的缘分，有可能毋是台语的缘分，毋过嘛袂要紧啊。即个世界的交流，人类之间的交流，其实是足多元的，毋免去强求讲，我写好的剧本，别人就爱配合我的剧本，拢毋免。安尼痛苦的是我家己，我会无法度讲，我会无法度感觉公平，就会困扰，替即种，啥物人哪会跑来甲我讲台语，有诶无诶，啥物人为虾米要用即种态度，就亲像迄个查甫的夜妇，伊若对我的印象就无介好，甲我讲话就足不爱讲诶，上好拢离我远远。我就毋免去想讲安怎会使安尼，我嘛无遐烂，拢毋免去想济，顺其自然，无缘分就是无缘分。对我来讲无损失，我有搁较济时间放伫有缘分的人的身上。若讲无缘分，你搁一直去强求，伊嘛想讲这人是安怎？就亲像迄个处女座的离开公司迄个旧同事共款啊。为伊痛苦，一点仔意义拢无，伊就对你印象无好，无迄个心。阮当然我就是去找别个，亲像讲，隔壁同事，颠倒讲甲处女座处女座迄个同事，就是放弃讲甲伊和好以后，颠倒讲佫找着一个佫较有话讲，佫会当成长的一个同事啊。有得着就会有失去，有失去嘛会有得着。咱以前拢会想讲，若得着物件，有可能就伫无共款的所在，咱看袂到的所在，失去一寡物件。毋过嘛有人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我失去这个人的友情，失去互这个人看我会起，毋过我一定嘛，变做有伫其他所在，别个人，就对我有钦佩。这就是安尼，就是爱用即种想法，莫用即种以早旧的观念，拢倒位拢伫甲人怨叹，无需要。怨叹别人是浪费时间，就是家己做好，家己会当做的尽量做，尽量去找资源。亲像讲台语，若讲伫公司会晓讲台语的人，就无学我讲台语，无教我讲台语，毋免去强求。我去线顶去找其他的资源，无较差，真正的，就是安尼想，有失去，伫别位就会搁得着。而且我趁着快乐，
我毋免逐工拢想讲，这人为虾米要安尼对待我？毋免家己想较足可能是一个受害者，需要别人同情，需要别人讲，哎，我著安尼学甲遐辛苦啊，开甲遐济钱啊，你哪会阁讲即种话？你哪会袂甲我同情一下？你敢是人？拢无需要安尼去讨拍，真正毋免。家己会当做诶，加练习台文，这我嘛无做好啊。华文写济，看足济，写足济。讲要看台文，就会开始倒撇，就讲啊，看就较无爱看，嘛较无爱写。我会当加强诶所在伫伫遮，毋是讲去怨叹别人无互我做好诶环境。这著有亲像讲，有诶人足想要成功，毋过伊有可能，就是无即种缘分，无做着会当互伊成功诶头路，无去，有缘分，互有对成功较有缘分诶即个公司，拄仔好无入去。啊，伊若讲逐工拢伫遐怨叹讲，就是我当初是应该去即间公司，毋是迄间公司。我错啊！我选毋着啊！我若早知影，我著去选迄间公司。我即马著安怎搁安怎，可能发展比这人搁较好。啊，无就是怨叹讲，因拢有背景啊，因就是交读册啦，搁有钱去留学啦。若逐工拢伫用即种想法，拢是折磨家己，而且一直伫安尼想诶同时，就无即个气力，就是找着家己较适合家己诶一个方向，一种会当拍拼诶方式，就是甲家己较有缘分诶资源，较有缘分诶一个要拍拼诶目标，较有缘分诶人，若讲逐工拢伫怨叹讲，我哪会毋是像啥物人有啥物啥物，一直伫怨叹即种代志，当然就无法度，先放下，搁活过头去找别种资源。举一个例，我若逐工拢想讲，为安怎即马台语诶环境变遐艰难，而且大家拢无即个觉醒，拢无即个观念，变做拢无人愿意好好啊对我讲台语，互我平常时诶生活拢会当练讲。若一直伫怨叹，一直伫怨叹，我著无法度讲啊，即条路竟然著较困难，我著先袂记，我著先去靠家己，去线顶找一个，伊著要趁你诶钱，要甲你用台语开讲诶老师，著变讲你著袂甲你诶时间，嘛袂有即种观念，愿意靠家己去找，著失去即条线，即个公道，即个更加有效诶方法，著变讲，咱著莫甲家己困伫一种思想内底，一直想，一直想，伤济啊，其实对代志无帮助。这上大诶意义就是，我若安尼想，对代志是无帮助呢。这就是咱诶看诶标准。啥物代志你会当讲去拍拼做，啥物代志你著家放下。若讲我一直去期待别人，加甲我讲台语啊，我著毋免开足济钱，搁伫咧生活中，拢足自然著有这台语诶环境，当然这是正确诶，这是诚好。
毋过我若无即种条件，无即种缘分，拄着即款的代志，即种我理想的代志，就先放下，不要紧，我就加开一寡钱，我就搁去找别种方式。因为我若一直去期待，对代志无帮助，敢若人会想讲，伊这人面怎会遐臭，是伫强逼别人拢爱讲台语是无？颠倒会反感，对代志无帮助啊！我若讲别人应我若用台语讲，对方应我欢喜，毋过伊其实际上是诚够讲台语，只是讲对我这台语苛刻的人较无爱讲，这著是伊的自由。我若一直伫想半工，伊嘛无可能讲我安尼想以后，伊就开始对我讲台语。袂呢，伊嘛想讲这人这怪怪。毋过我即摆若放下即种期待，这对代志无帮助，对我的目标想要达成的代志无帮助的代志，先放下。去找老师去练啊，去加讲，加学一寡做有台语开的词。安尼练甲足厉害以后呢，颠倒讲，这人本地就诚够讲台语。伊一听讲我这人讲话有台语开，有可能就较有希望讲，伊嘛应我台语。就算讲这同事我期待会应我讲台语，台语诚好的即寡同事，自头到尾就是拢无配合我想要听台语的即种望咱嘛不要紧啊。就煞去啊，这无影响。莫有一个强求讲，我希望我会当去创造一个，平常时伫公司就会当讲台语的环境，免遐强求。就是看互开，就是安尼。